北港朝天宫伫去年登启开为109年的南岛巡礼，乌面三马重返台南，引发地方高度关注。陈廷辉当时就特别设计飞飞祈福打炸预售，将轰炸重点融入去预售内容，互信众伫祈福同时，嘛当随身提醒，成功引发民众共鸣。这次特别邀请古都木偶戏剧团，将打炸议题转化为布袋戏演出内容，以马祖甲七零眼顺风耳为主角。融入中间诈骗手法甲应对方式，和市民大众在观赏过程中自然吸收轰炸知识。我们在去年其实我们就提出了这个御守，那个菲菲妈祖的御守。那这里面御守其实拿出来，它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我们的签诗哈，这里面的签诗就已经把你这个菲菲签里面6大防诈的部分都提醒了大家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165防诈专线，还有我们不听不信不转账，还有切记这个防诈的3要，就是要查证，而且要存疑要联系，还有我们的 LINE 的连结不要乱点，甚至简讯你一定要确认，甚至是我们网咖的所以网络的陷阱你都要注意。所以我们把几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都跟大家提醒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御守，大家都可以咱的表物可以请一寡香会，你就可以把它放进去连同这个签诗随时放在身边。如果你接到了异样的电话，你就要拿出来看一下，你就可以杜绝很多被诈骗的机会。陈廷辉表示，台南是众神之都，宗教信仰不只是新年的寄托，更是凝固社会的重要力量。因此，伊持续思考如何透过信仰文化，和公共政策宣导，更深入人心。今年更进一步将打诈议题转化为布袋戏演出内容，并随着诈骗手法800款，随时更新剧本，提醒民众反诈意识。诈骗的手法真的是千变万化，而且他们每天都在推陈出新，真的诈骗的手法太多了。所以只要是他们发现有被报案的，有什么新的手法，马上跟我们说，我们就会用小剧场导演把它变成我们的戏剧戏码里面演出给大家看。陈廷辉强调，诈骗手法日新月异，敢若是外靠口号宣导已经无够，必须要透过创意甲在地连接，互民众看有计条做会到。为预售甲布袋戏，就是希望着防诈观念融入去日常生活经营当中，互民众伫潜移默化当中建立正确观念。但是新闻中、微中采访不得。